许不知道，他的2次最顶级的世界冠军的奖项我都在现场观看，他拿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，拿到了我们这个2个世界冠军。知道是谁吗？知道是谁吗？ 冠军的时候应该是12还是13？那他今年只有15岁，他不到20岁，他不到20岁，不是20岁的问题，就非常年轻。15岁。